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恒大可以说是惨透了也是凉透了。今天有媒体报道说恒大拒付停工停产员工生活费被处罚，恒大地产被举报拒付员工生活费。天眼查 APP 显示说近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存在不支付停工停产员工生活费的情况，被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罚款2000元。处罚事由显示，经12345政府服务热线群众反映，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不支付停工停产员工生活费的情况，认定的事实，该单位未按照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的要求支付劳动者劳动生活费。什么叫惨？什么叫麻绳专挑细处断呢？我记得恒大爆雷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这恒大以后会很惨，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各个地方办公室连上厕所的卫生纸都没有，都得自己带很多地方恐怕电都给你拉掉，你交不起电费但是很多地方又得保交楼，你又得有人在那看着，所以员工就很惨。这还是上班的那很多停工的员工呢就更惨，因为企业没钱。这个新闻说明什么呢？我倒是从这个新闻看出这个叫监管部门的无奈。首先一个，这个再次说明这个12345这个政府服务热线那还真是管用的。就是你要打这个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它很多问题它真能解决，也就是它至少它有回应它真的去帮你干这个事情。你不像你很多事情你要投诉，叫投诉无门，你不知道找哪个部门，你找了也没用。但是你要打这个12345，有的时候就非常管用。你看这个恒大停工的员工生活费没付，人家打12345，这12345他能不知道恒大没钱吗？恒大爆雷了，但是没办法，也得硬着头皮去安排人去处理得分派的吧。这个活你的这个什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你得去管这事。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不了，你可以试一下12345。第二个说明什么？我不知道这个2000块钱罚款有没有拿到，你跟谁要呢？恒大现在这个情况，你发了2000，他不一定付得起就是2000罚款估计都是欠着的。不光恒大惨这个碧桂园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5月19号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3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6.5亿余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临沂市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山碧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又被人告了又多了6.5亿强制执行天眼分析风险信息显示，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41亿。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中本案件和股权冻结信息。在债务的泥潭里愈陷愈深，它不是越来越好是吧？是愈陷愈深我们再看看现在正在这个渡劫的万科，这个万科现在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国际这个3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下调万科的评级至 CCC 加3C 加下调万科地产香港的评级至3C。这个经常看咱们节目的都知道评级机构一旦对一个房地产公司下调评级的时候，尤其是连续下调基本上就是宣告结束了，这个就是不祥之兆惠誉评级已将中资房企万科企业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主体评级自 B 减下调至 CCC 加。惠誉同时将万科全资子公司万科地产长期发行人主体评级、高级无抵押评级以及未偿付高级票据评级自 3C 加调至 3C。 那它为什么下调呢？本次评级下调是基于万科2025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和现金流生成低于惠誉预期。说来说去就是韭菜不买房，那万科的房子卖不掉，第一季度销售额又少了。虽然第一季度这个作为大股东深圳地铁120亿吧，还借了多少亿给万科输血要救它，但是这个在评级机构看来，你这个不是个办法，你靠这个大股东救人家是不认可的，你得自身对吧，内生性的你能造血，你现在房子卖不掉，那就相当于你造不了血大股东给你输血，那个你是要还的，你以后拿什么还呢？所以人家你看这个导致2025年将到期大量资本市场债务的流动性缓冲进一步减少。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贷款助力万科偿还了于今年迄今到期
期的资本市场债务。会议认为考虑到万科现金流生成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后面大股东还能不能再借呢？说深圳地铁持续且及时提供流动性支付，对化解万科的短期融资需求，并支持其评级可能至关重要，也就是不确定性。反正你房子是卖不掉，韭菜是不买。说1000道1万是房子卖不掉是韭菜不出手，神仙来了也没办法。所以要想让这些房企缓过来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韭菜对吧，踊跃的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去银行贷款，去买房子。你其他的招什么收储这些都不是正道，你解决不了问题今天这个国有大行纷纷调整这个利息财联社5月20日讯，央行降息政策如期落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迎来调整。5月20号，5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出炉就是5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上月为 3.6%， 就降低了 0.1个百分点，就是10个基点。1年期 LPR 为 3%， 上月为 3.1%。这个是5月初央行宣布降准降息后货币政策发力的重要举措。研究员指出，随着5年期 LPR 降至历史低位，全国首套房贷利率进入2字头时代，购房者月供成本进一步下探，叠加公积金利率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等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新一轮系统性成本优化。如以商贷额度100万元，贷款3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此次 LPR 下降10个基点，月供将减少56元，30年月供累计减少2万元。你如果贷款100万的话，贷款30年，你现在一个月要少还56块钱，这个是理想计算实际上呢，我不知道这个买房的人有没有感受到少56块。前不久是不是广州还有其他地方银行偷偷摸摸的把那个贷款利息上调10%，就10个基点。你看这回降10个基点，这一招好像跟那个什么商家学的，是不是？跟那个大促之前呢，什么618、双11都喜欢这么干，就是先涨价，然后再降价，先涨价再打折。大家如果细心一点可以发现银行的存款利息降得很厉害，对吧？1年期的存款利息，这个6大国有行今年全部下调，都调到 0.6%、0.7% 这样的，就是你1万块钱存1年只有60块钱利息，存1年这是60应该这么算吧？存3年好像是 1.5、1.6 这样的。也就是说贷款的利息没有什么下降，但是存款利息可是实实在在下降了。这个大家要理解银行的苦衷因为银行盈利压力越来越大，银行现在又是胡适的，对吧？你顶着胡适指数责任重大呀，所以银行它保利润就得压这个贷款利息尽量别变了，存贷差你看看，它这么一整，存贷差这不是变大了吗？这个对银行改善业绩有帮助这样的话银行明年对吧，这个年报要好看一点，要不然这股市扛不住这说明什么呢？银行为什么有底气这么干呢？就是说明这个钱难赚，你大家都把钱往银行存，都知道市面上没有什么投资渠道，对吧？你干什么都不赚钱，你往哪儿投都不赚钱，只有存银行。银行拼命让你贷款，你也不贷，他没办法，他只能下调存款利息。我在去年就说了，我们要预见到存款利息恐怕要接近于0呢。我不敢说负利率咱们有没有可能出现负利率咱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无限接近于0，就存款利息。也就是说那些什么我存款300万能不能躺平，存款200万我就退休，显然是国家的不允许以后存款利息接近于0，你存款300万一个月1年利息恐怕也就对吧1万块钱顶多了，一个月几百块，爱干不干。由于这个按揭贷款的利息没有明显下降或者先涨的后面降一点，总之没有什么降，对吧？变化不大，所以说这个对房地产没什么帮助。我可以说没有人会因为这个按揭利息稍微调那么一点点，一个月少了50块钱，完了他就去买房，这脑子得有多大的包才会这么想。但是现在媒体开始忽悠了你看今天很多媒体，你比如说北京商报还有什么时代周报报道什么呢？说提前还贷和投资黄金哪个更划算？他这么说的他说5月20日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 LPR 为 3%， 5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下降10个基点。2025年首次LPR 下降，在此之前 LPR 已经连续6个月维持不变。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银行火速下调存款利率，最高降幅达25个基点，其中6家国有大行1年期定期利率全面跌至1%以下。说那基于当前政策，如果有闲置资金，提前还房贷和投资黄金哪个更划算呢？他说 DeepSeek 的回答显示，提前还贷的优势在于无风险
收益，减轻负债压力和目前政策环境的支持。但同时，资金一旦用于还贷或出现难以快速变现应对突发需求的情况，黄金具有抗通胀与避险属性。若未来美联储降息，美元走弱或风险事件频发，黄金可能延续涨势，但当前金价已处高位，短期回调风险存在。DeepSeek 表示说房贷利率高于 4%， 尤其是存量房贷用户提前还款的无风险收益显著高于黄金长期平均回报。房贷利率低于 3.5%， 机会成本较低，可尝试通过黄金博取更高收益。这个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了啊！他居然问 DeepSeek， 你这不是有病吗？这都无脑啊，就不用想，手上有闲钱赶紧还按揭贷款，不要做任何想法，把按揭贷款还掉，或者说你不打算还按揭贷款，你想对吧？弃供断贷那是另外一回。如果你没这个想法，你就老老实实赶紧1毛就还1毛，对吧？有10块还10块，这些让你投资这个投资那个都是骗你的。你把钱放银行里面，一年1万块钱只有60块钱的利息，你把你这1万块钱把你的按揭贷款还掉，什么概念？如果是3.5%的利息的话，那你1万块钱你至少一年你要提前还了，你少付应该是350块钱，你差300块呢啊！这是对于那些有按揭贷款的人来说，你就玩命的啊，攒钱还按揭贷款，能早一天还是一天。对于那些没有按揭贷款要还的，对吧？也是无脑存工行，越是利息低，你越要存银行，这是没办法的事，对吧？利息低说明什么？说明外面都是坑啊！你把钱拿出来，你不管干什么都有可能赔。本金都没了，对吧？存银行虽然说利息低，但是至少本金是安全。等到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取出来就能花，你本金不会少吧？你任何其他的事情也可能本金都没了。你不要看那个银行利息少了，现在保住本金啊，这都已经不容易啊。你看啊，这一次央行降息，按揭贷款的利息其实没什么降。你看这个现代快报报道啊，说南京首套房维持 3% 的山贷利率。5月20日，记者通过央行网站查到啊，什么就是降息啊。记者梳理发现，2024年10月说南京曾短暂享受过2字头的首套房贷利率。2024年10月21日，这个南京首套房贷利率更新为 2.95%， 调整半月后，南京又将首套房贷利率由 2.95% 上调至不低于 3%。现在呢，5月20日 LPR 调整后，南京首套房贷利率上调加减基点，调整至 3.5% 减50个基点为 30%，3% 维持不变。各地银行都玩这一招啊，先涨，然后这次给你降10个基点，实际上就是啥也没变。深圳啊，现在执行的住宅首套是山贷啊，是 3.05%， 住宅二套是 3.45%， 公寓山贷是 4.1%， 公积金首套是 3.075%。也就是外甥打灯笼啊，照旧，没有所谓的下调。我们再看啊，这个昨天啊，安徽的凤阳啊，就是朱元璋的老家中都啊，好像是全国最大的鼓楼，它是个景点。600多年前，朱元璋在他老家修这个皇宫，叫中都嘛。结果这个昨天晚上这个鼓楼楼顶啊，大面积的滑落，大家都看了视频吧？那个瓦片啊，像下雨一样的，直接叫崩塌呀。这视频网上好多啊，非常吓人。万幸的是啊，没有砸着游客，没有人受伤，但是楼这个塌了，对吧？这个鼓楼啊，楼顶塌陷，这个朱元璋这个棺材板估计都盖不住了，气得要坐起来。公开报道显示啊，2024年3月，这个凤阳鼓楼楼顶啊还经过修缮，那也就是到现在在14个月，它居然塌了。记者查询发现，凤阳县民中都鼓楼楼宇维修履约信息显示，合同甲方为凤阳大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为黄山市徽州中亚建筑安装古典园林有限公司，合同金额约为341万元，结算金额为290万元，合同签署时间为2023年8月25日，履约信息递交时间为2024年3月18日，项目安全达标，质量达标情况均显示合格啊，也就是这个项目经过招标，对吧？投标，然后评审，然后这个施工验收都没有问题。但是14个月以后，修过的楼顶居然塌了。如果朱元璋啊活着的话，那得多少人人头落地啊！咱们看过很多历史资料，对吧？朱元璋就是那个时候啊，对建筑抓的是非常紧的，尤其是修城墙啊。你看现在看很多明城墙，那个城墙每块砖都有工匠的名字，对吧？如果不仅有工匠名字，还有监制的名字，还有那个城墙施工，对吧？名字都有。如果这段城墙坏
坏了或者不达标，对吧？你这烧砖的人、制砖的、监工的、监理，恐怕都得人头落地啊。这就是最早的那个叫什么质量监督啊。结果你说啊，600年以后啊，现代人啊以现代技术维修的这个鼓楼楼底，哎，居然14个月就塌了，这就是豆腐渣工程，也不能这么干，太吓人。这个建筑质量啊，要打个大问号。从视频显示啊，大量瓦片从凤阳民中都鼓楼楼宇脱落，现场瞬间浓烟滚滚。5月19日晚，安徽凤阳鼓楼塌了，视频在网上流传。最为讽刺的是，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安徽凤阳鼓楼进行封闭改造，维修内容包括更换损毁挡板、更换脱落瓦片。原来这个民中都保质期是1年呢，就这么长的环节啊，从施工、设计、验收，对吧？这个环节不是一个人的，还监理。你但凡有一个环节负责任，他都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啊，这条线上都是沆瀣一气，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凡有一个人负点责任，他不可能这样。有人说了啊，如果不修的话，恐怕今年还倒不了。结果一修反而倒了。基建大国，质量堪忧。大家还记得泰国地震吧？今天上午10点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在会上表示啊，说截至到2024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也就是9.4亿人生活在城镇，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逐步提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市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常住人口啊，城镇化率达到67%，那也就是晚上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进城啊，恐怕啊就后面步子就慢下来了。这个对房地产来说啊，也不是什么好事啊。现在不仅啊农民进城慢下来了，反而这个城里面有些人啊有返回农村的这个愿望。中国房地产报道啊说，河南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啊，说加强农村资源资产管理使用，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机制，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不规范问题整治，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对集体收入提硬性目标，严控集体经济风险和债务，推进新增耕地规范管理和合理利用。也就是不允许城镇居民啊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一条啊，这就不点名的，就是针对胡锡进老师的。胡锡进老师就是河南人嘛，对吧？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他肯定想回老家搞个宅基地，盖个大宅子、大院子。但是现在人家明确规定了，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一下就把胡锡进老师的路给堵死了。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实际上啊，我们网友经常说啊，对吧？没有中间商，对吧？赚差价，对吧？对买的一方呢价格便宜，对卖的一方来说呢，他赚的更多，因为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地方政府规定啊，这个不许城镇居民、不许退休干部到农村买宅基地、买房子，但是又说啊，农村宅基地的这个集体土地啊，要有序的规划，什么入市，这就很委婉的表示啊，必须有中间商，中间商吃这个差价吃定了，对吧？你想甩开中间商没门儿，或者你农户跟胡锡进老师两个人直接交易，那你把村干部不当干部什么？村干部吃什么？镇里的干部吃什么？都指着卖地赚钱呢，你或者你把人家甩开了，所以这种行为啊，严禁、坚决杜止，就是杜绝啊这么私自啊直接交易。你看，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这个改革不就是对吧？这个卖地的事情变成啊这村干部的事情，变成镇里的、县里的干部来决定，不就这意思吗？我倒是觉得农民啊，这个时候不要卖，就要等到对吧？终有一天啊会自由交易，就是允许你自己卖，那个时候你再卖，那才是市场决定市场价，对吧？贵了你就卖，不贵你不卖，对吧？便宜了我就。而现在这种机制是什么机制啊？对吧？卖不卖不是你说了算，把你的宅基地一收啊，收的时候是对吧？一块宅基地给你2万，同意也是这个价格，不同意也是这个价格，或者是3万或者5万，总之统一给你一个价格，完了人家再一收拾卖10万、卖50万、卖100万，跟你没关系，不就这意思吗？这不现在对吧？这个土地的变性不都这么干吗？所以说你看啊，他是打着保护农民权益的这个旗号来实施这个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哎，如果允许
你自己买卖，对吧？你给少了我不卖，你能把我怎么样，对吧？我这块宅基地就得卖40万，为什么卖40万呢？因为我卖了40万，我可以拿这40万到城里买套房，是不是逻辑啊？哎，低于40万我不卖，现在好了，卖多少跟你没关系，你就感谢吧。我们再看看这个浙江金市报道啊，说杭州旧房装修可申请2万补贴。杭州市2025年旧房装修补贴自3月21日全面启动以来，截至5月18号，说全市已经有5400多户通过资料审核，4100多户通过现场核验，已经有3600多户补贴到账，涉及资金达4500多万元。据悉，杭州2023年1月1日前合法建成的城乡住宅房屋，个人消费者购置用于其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物品和材料，可以申请补贴。每位消费者目前每套最多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咱们以前说过啊，对吧？这些政策只要不停，就说明这个地方楼市还不稳，稳了它就不会补贴，对吧？昨天那个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已经说明了啊，楼市企稳还要努力啊。言下之意就是楼市还没稳，记住了，要是稳了的话，它不会给你补贴。所以只要这个救市政策不变，就不断，对韭菜来说那还得等。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